10月要伫花莲举办的太平洋杯回蓝铁人赛哦，传出讲主办单位伫官方网站宣布讲要取消，或者是已经报名的选手真不满。有人讲哦，因饭店甲车票拢已经订好了，主办单位哪会当讲要话取消就取消咧？正正一向大概怀到李喜潭出去上花因环潭公路慢走，最后骑脚踏车。这是花莲每年拢会办的经典赛事，不过今年主办单位煞临时划停，和报名选手拢硬去。我们所有的住宿也要取消，交通也要取消，那个都是一个很大的损失。而且当初我们就问过主办方，为什么要带连假？然后他说，因为花莲县政府要带动观光，他希望在连假的时候，我们选手去比赛。面对这期主办这运动赛事，公司无去回应，今日伫官方网站宣布是因为考虑连续假期车流量大，为选手安全才取消。不过网络顶管拢将目标对准花莲县府，和县府感觉真冤枉，主动介入调查。主办的民间体育公司啊，在没有取得路权之前，就自行对外受理报名，收取报名费，然后又因为路权没有办法跟公路总局相关单位取得共识，自行宣布取消活动，对整个花莲推展体育活动有非常大的不良的影响。我们将来不会再有任何的合作。公路总局强调，这个活动脚踏车航班路线因为经过大高线，伫连续假期车较侪，而且无过溪桥，因为维修桥面缩短，所以建议主办单位改期或者是改线。不过厂商最后直接取消，和真爱上铁选手无法度接受。主办方和县府是不是可以一起商讨研究，规划出几条比较固定的路线，把这个40公里、90公里的这个路线规划出来？县府强调，这公司承接铁人三项运动是第5年，去年都发生过一个选手渡水死亡，今年还有前期美国合作，也协调饭店甲交通业者协助选手退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